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长西苏式的连锁店，伫个耶诞节推出着盲盒，就是消费者伫个购买进前，唔知影内底是啥物物件，爱拆开才知影。啊，这个盲盒的苏式有葱仔鱼造型的菜龟布，有巧克力派等等。讲有网友食不满，伊讲伊摕25盘的苏式，但是正想要食巧克力派拢无出现，互伊是气噗噗。也毋过嘛有网友来回应讲，伊全部拢是抽到巧克力派。啊，业者来补回讲，这活动的设计是以随机惊喜为概念，所有的品项拢是随机出现。苏式盘调甲悬，蒙阿爸直摕，结果摕到的却是葱仔鱼、沙西米造成的菜龟布，佮有三文鱼罐头。民众去连锁苏式店食饭，开蒙阿爸上想要食到巧克力派，就是食无。不爽啊，就是很不开心欸。我觉得我要来吃盲盒，我抽了20几个，我想要吃的都没有拿到。然后都放那种很便宜的东西在里面给人家拿。吴小姐抱问讲，食差不多半点钟，想要食巧克力派，嘛拢摕蒙阿爸，毋过毋是沙拉，就是欧西莫里菜龟布。员工讲有巧克力派，毋过摕一连啊嘛是无，你要点完直接摕2盘互民众，才总算是巧克力派。连锁素食店蒙阿爸引起话题，真侪人就是为着招高热度波士顿派才来遮高官。抱问下底嘛有真侪人有这个经验，今仔日抽到10块菜龟布，心情真艰苦。没有人讲一直抽到巧克力派，有人来到讲话，感觉公关人员爱补偿恁。他才看到我就是很不高兴，然后才直接拿给我这样子，但我还是蛮开心有吃到。那一餐再加盲盒这些就1100多嘞。我们平常自己吃也吃个600-700而已啊。品牌的回应讲，活动的设计用抽奖的概念，所有品项拢是看运气。食一个饭也有蒙阿爸汤爽，并手机的同时，节日感公平，民众非常要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